从良，學有專長嘅人就會變做客家人有名堂嘅大使。也講起客家語歌嘅小眾，為節目貼派到大使府後，探訪各鄉同好係讓嘅咩出名堂嘅，入時係馬家鄉嘅大使呢？客家人有名堂可以同了。客家人有名堂，根本喺前咧有名嘅客家人係馬啥咯？真嘅唔知係馬啥。不過這當然人講啊，以前啊田水堂啊，不過看到兩位啊，全部係新屋啊。媽我看到有老屋啊，你請得到無？天水路應該是兩位，不過東鐵別啦吼，我知道他冇種老屋哦。哦，不過兩位有圖片天水堂，這當然人來講啊吼，兩位客家人啊吼，然後懂得綜藝大哥合作啊，然後張飛啊、費玉清啊、胡瓜啊、諸葛亮佢哋有合作，啊，希望大家一定懂台牌，唔啲正經吼，唔啲係馬啥呢？上去看看，前看看，看有都上杯無？來。哦，古說新年儀式後，差唔多有人來了會拜啦。古到了會也無人啊。等下 ，APP， 男裝聽鼓語拔的好樂章，係上個有名嘅人啊，客家有名嘅人一定都該會，好冇？過去看看，來，看到了。粗犷男子愛鄉音樂會，根本嘅人啊吼，然後音樂有關係，都帶去馬啥？粗犷男子，哎呦！有！哇！告中！哇！中暗示！哇！同學開講後，同學大家好！哇！冇想到根本啊來到了地方啊吼，那係南中國中啊，全中華民國最好的國中就是南莊國中。真嘅啊，根本嘅客家人有名堂嘅咧，有名嘅客家人是孔鏘老師，掌聲鼓勵。哦。眼睛你係孔鏘，眼睛你係香馬街。哦，竟然不知道。係些啦，先生啊，真嘅唔點你香馬街嘅。係，大家真是介紹嘅嚇。好，係孔鏘本鄉莊村莊的莊。啊，到多代粗犷男子，然後孔鏘老師怎麼會畫上等號？唔係啦，因為意思講哦，粗犷男子哦。講啞巴甲迄礦工有時候進去就沒有出來了。對，這個常常就是會有生命的危險。錯，那個世界上的大白就講的那種故事啊。哦，啞巴甲礦工，哦，所以叫把我名字取叫粗犷男子。哦，我吃到以為是你很粗犷。沒啦，我們是男子要粗犷。哦，然後礦工有關係。元旦南中頭擺就係一張大探空嘅素材。孔鏘先生為到紀念家爸，就讓粗犷男子按照係自家嘅名號。難得轉到南莊嘅孔鏘先生，聽說要留學弟妹好好交流一下，順勢留老同學打嘴鼓，共下回憶過去嘅時光。唔過天也蒼蒼寥寥，原來係愛情嘅同學田內邊咯。家下外去啊吼，一隻地方啊吼，天水樓，老年有乜嘅關係？係先吼。天水堂、天水樓，就是鄉莊的中國人的主持。該你突然去好好來介紹一下，介紹他好。不單啦，帶小眾來去啊，順便介紹各位朋友啊，來熟悉下啲天水堂好嘛？孔鏘帶領小眾過一擺去苗栗頭份嘅天水堂總祠，也總祠係啲民國86年曬到亞威嘅。開台去亞天水總祠嘅係一批200年前啲廣東送下來嘅陸豐客家人。大概啊，莊姓的祠堂天水堂，嘅落戶按啲台北嘅羅斯福路嗬，因為嗬大家聚居地冇中央，為了怕讓老人家走了就去東南區啦，哦，所以講你喺落戶祠堂喺度，你喺頭份那個地方。
一开场啊是罗亚梯逢请啊。安样哦。系啊。哎，来出天房。啊，是了位哦。哦，哦，你看，哦，你强如你安泰，我拜拜嘿啊。莫凊彩讲啦。你唔免强如哦。你啊，安尼客家人讲的雷八。哦，汉泰我无看按泰咧。因为吼，你中国嘅人啊，人口当多啊，哦，所以特别啊聚会家哈，我擂茶。你地位啊当多，好食的料，安尼客家的料，客家料。记得擂茶鹹的哦，冇食過鹹的咧。鹹的當好食。一早確定太猛太勇嘅雷八，係天水堂年土性嘅發通地度，就會拿出廠來做鹹擂茶。安泰嘅雷八顯示出中國嘅人當旺、強當權嘅情感。嘿，哦，剛剛來了地方啊，冇看清楚啊吼。你迄蘿蔔雙沙蘿蔔嘅祠堂。哦，就是傳統鐵台最早嘅祠堂。你買個東西雙沙係嘛個？雙沙就安尼中國嘅祝福哈。我們籍貫上面的上沙。哦，叫做雙沙。雙沙。雙沙四面環山係廣東省陸豐縣莆田區清泰嘅一個鄉，後來改做結石縣雙沙鎮。孔腔家爸係國共抗戰時節嘅國民兵，田電部隊來到台灣，係雙沙總司駛過來嘅第一批係國家頭前對日抗戰結束後嘅共產黨叛亂，百姓苦到耐唔得。第民國36年、37年就駛過來嘅。哦，你很厲害哦！哦，太假了，天水家賞。严家淦田总统 T.S. 亲自写的，在中华民国69年4年的时间，都安出事的时候，69年，69年偏引哦，真的，田水家赏的意思是吼，希望田水堂呢，家务哈。还有这个名誉民生啊，世世代代会流传下去。真嘅有面子，相同嘅有面子。希望呢，总统下摆要出只总统出来。你妈做的啦，你起码先当市长，多像胡志强市长。欢迎来台中。不会啦，不敢手艺。上面就有庄严了哈。好，来看一下，上去了啊。啊，拿助选对了位啦！哦，田水堂哦，嘿，哦，还有团拜哦，人家要个真人懂人的哈。来介绍下，就按你中国的宗祠哈，宗祠是对啊，历代祖先全部都了位，团拜诶，团拜诶，最主要係中國嘅人哈，當然呢，9月、4月、5、20，大家齊聚一堂，都嚟拜拜。哦，古時候我根本來了時間吼，冇看到冇看到人嘅吼。因為很早還蠻多嘛，都是你看到哎啲，包括樓下，年嘅人啊，全部年。係啊，之後講唔過去哦，台北啊，台北到台中、高雄、屏東，全部都做來了位，全部都會嚟。你曉得？我爸爸俾到嚟啊！你爸爸到嚟？成日我爸拜一下嚟。哦，去拜下爸爸。你台祖先嗬，向後嚟拜下。中國字體總有賢嗬，來留那個你台祖宗來拜一下。我爸強兵啊，念族譜，佢愛哋啲愛哋總夢人愛第幾代的子孫哈，從我爸佢做字房。做字批的啦，挨俩批的，要用字批。阿爸，挨落去嘞。阿大位，阿大你看啦，对。呀，二生二世做总公哈，这些阿爸就变那边哈。哦，都了位哈，拜下哇，拜下就可以嘞，哈，要欢喜嘛，哈，送拜哈，我老爸哈，变了下个，我转啊，我跌身高啊。我啲身高啊，講今日攀呢有歡喜嘛，做得我，之前都很順利啦，都是行杯啊，我專家用嚟跌冇神杯，明白？跌出個唄，我講阿爸，那攀後生你都帶用嚟這樣做得，呢個就想到講可能我漏了一句話，漏咗一句話，可能阿爸。我記得咧，唔係我做人嘅演員，可能係向我講，時間要是做嚟扮演黑幕，然後這個
一跌升高马上就有啊。那路诶，行了，一条再来一看啊。当然啦，这个是我哋对老人家回念啦，吼。喺祠堂咧，不单係我哋中国嘅祠堂，也係我爸最後他犧牲嘅地方啊。所以講可能較係要下無限啦。你嚇不管要下無限，一條就是嘅最難讓我爸看一下。情感目前一條通，用咖喱媽爸擦錯。加油！這音樂開始啊！等下！哎，你要做乜干啊？初戀情人！哇，孔锵先生嘅初戀情人，有！孔锵先生情義情同久嘅，對嘛？冇法用啊！你再突然做一下南中，因為南中有動到嘛，有動到啲痛啊，嘛動到人記憶全部都改變。我冇，我冇做，要做嘢，有我難忘的回憶哈，難忘，也有痛苦的回憶。真嘅啦，人家初戀情人都改變啊！南中一隻山上係孔锵出世嘅保佑者，小眾都係南中有來有鄉下，旗下嘅孔锵當然土地人客，說好說咧，搞好搞嘅。孔锵都喺南中國中有個正式嘅蔡天人共享文帶路，來往南中前出名嘅一條街桂花巷。加油！這音樂開始啊！等下！哦，很強哦！哎，你要做乜干啊？就音樂開始都要去衝口，賠一點錢啊！你少多錢咩賠啊？唔可以賠啊！我講真嘅咧，那個孔锵先生，是你倆突然來，你南中你喺哪位啊？你係位最有名嘅南中嘅桂花巷啊！哦喲，你東有名，你世界有名嘅咧，動到外國人落到台灣教，一天我落嚟會教從嘛。桂花巷嘅，你協會嘅總幹事，即係啱啲同學，真嘅咯，同學，你黑佬你頭擺帶時間有冇解無窮咯？真嘅。那剛才哦，世界中全部呢種東西咧，你發覺到暗號，真嘅都漢江哦。那第二樣啊，那就我一台俾上班。唔過你會正義啲東江，可能東東你睇，根本不是假日行，東東你都要去搞。嘿，東東有客家傳統嘅東西，有客家好食嘅東西。孔锵先生，突然去看一下。係啊，後背那是東有名啊，但頭擺是西山嘅地方。西山府嘅地方來看一下，你看那水哦，很強哦，那水哦。下山的朋友吼，有時下山的時候，規身全部愛用奶漿吼，你是不是這個來要洗面洗水？哦，邊拍就洗下來啊，出啊，真涼。我哋水東好，都強，山大水。突然去看一下，南級去，你買？難忘的回憶。算來係乜嘅難忘嘅回憶，本孔锵唔敢行於桂花巷咯。好了一啲頭前，用做得唔熱氣，小眾用嘅再來點孔锵先生來好好面對一下。所以以前哦，成批看啊咧，有嗰種嘅米。好香。好喝哦，不是打一種米哦，還有小哦，那個油滴出來了。哦，那兩種烏飯，哎，老闆娘，謝謝你，怎麼稱呼你啊？香麗哦，我還對呀，他在銀行做鄉里啦。沒有，因為我前回客家人有名頭，阿妹。天水堂，喺香乜街？龍禧堂。龍禧堂相比係啊，金和堂呢？相總。相總。好，工廠章啊，工廠章，跟龍巴堂哦，等下再去咧。
吃东西问同学，吃东西问同学。小钟唔爱懒么？无抢固定起家生，总唔记得佢要让同学节目嘅任务。小一扮演刘师公嘞，北内扮演师公。别人不，哦，这样还是，哦哟，上面淋上是桂花酿，淋上去当 sauce 来使用。啊，这块那有没有这种甜？下面还宝贝哦，水果。哦，好好吃喽！哎，下巴还有水果，你看到冇？莲雾啦，哦。真的，第一办公室东西吃的我骂你。我考你一下，你答对的话，我们就买单。哇，如果没答对呢？没有答对的话，就白痴了。对，我们你是像 N 的生三省堂黑姓什么的？好呀。三省堂。来，1、2、3，不知道哎。随便猜一个。哎，香橙。香橙。曾国成的曾。哎。伊迄三省堂诶，三线筒诶，受教了。哎，骨瘦料，海鲜哦，就请我们吃了哈。OK。人讲孔子面前莫论文章，关公面前莫舞太多。讲到做饼，人係專家；講到同學，人較無熟天天。冇唔可以讓人考考啊！河南同迄香麻街，香油，一碟嘅，我等于香油啊！田水桶是咧孔腔情商诶，香种，姓庄，草头庄，哎，错头章啊，哎，装修一家钱啊，哎，仲要。啲呀又昂又大再古，對菜市店頭家無強用嘅相思，留老嘅腦背喜迎人物，同學來判斷，難將各蔬菜細意發展嘅情況。來，孔腔情商。啊，羅家威啊，剛剛有兩的呀，用完了，用完我你有欠人錢在那裡呀？沒啦，幹嘛？咖啡以前就快該騙了。太家想要個孔腔情商嘅初戀情人嘛，啊個，基本是讓請出來。你前期節目嘅啊？來啦，冇話管嘅啊，冇已經耕完嘅啦。係啊，乜叫做來咧？我都媽咪啊，香麻街講唔出來。牌子供香麻香橙哦，香種好唔一樣，香種哦，初戀情人哇，孔腔情商嘅初戀情人以後，孔腔情商情義情同救嘅，對嘛？哎呦，你有冇拿孔腔情商屬實案救了啊？我不會講客家話。煩死你啦！越南人我不會講客家話。是哪裡人？越南的。哦，越南人哦。老闆啦，老闆哦，唔是講啊，煩這位你要帶越南人嚟啦，唔是講啊。上咗無窮樣。沒啦，不是講，幹問一下。哎，老闆娘，哇，哎，這什麼？兩個初戀情人絕對唔係愛。黑你嘛？沒。趕快去接表。情都老講啊。你那麼個亂啊？你那麼個亂嗎？糖心蛋。煙燻糖熏蛋。叫一拜啦。煙燻糖熏蛋。糖心蛋啊，煙燻。我知道我的國語講得不好。煙燻糖心蛋啊，錯嘛？旺冇鬆呀。那個煙燻的裏頭。哦。白內啦。爆漿哦。會爆漿，哎呦，先準備好啊，會爆漿啊。你看看，干亂，哎呦，甜水桶，你香嘛開？水桶香嘛哎，注意睇一下，哎，水太香，甜水桶，香嘛開，香嘛開，回答不出來用個咋？回答不出來，再請我們2顆。給你一個提示，至聖先師黑瑪莎。你看。吃東西問同學，大家大嘴鼓馬東神氣，一下我去奶喏，就來看一下。耶！哇，孔腔情商，你愛突然來地方喺哪位啊？老油局啊！哇，幾多年的歷史誒？啊，這老油局冇簡單哈，民國前12年就有咧。哦，100年呢？100年，來看一下，哦，很強哦，你看。
你还算几级的古迹嘞？这个3级古迹里面排名第6个。哎呦，哎，很强哦！有日本石头的跟邮局的干过吼。快哦，下新的同事啦。对，也木中呀有秀皮的。APP 是做的。好大天波哟！好大天波，哒，就松鸟不卡机啊。嗰擺喺油片鄉下韓國魚。哦，條擺鄉下吼，你油片橋吼，天星橋吼，按照郵電總局比較抗議的呀。邮便局，哎，跟孔老師，跟你 C 時間不能來去告。哈，那都这样泰国长大的。要告嘛個東西？那東西吼，我全部都福建全部拿去學，啊，全部都係。告嘛個？告一下。我讓你 C 時告嘅呀。哦，你乜東西？哦，你嚟去，罵正水煙，唔會放鐵，唔會放鐵。是養嘅哈。叫啦，注意哦，1、2、3。哎呦！好厲害咧！哎，那冇簡單咧。你學會吼，說數吼，反正你學會吼，一本咧其實其實要填第二，唔好故意填，其實見填第二。上架啦，上架，上坡，好上坡，好了，上架，1、2、3。小種建築極多的內幕劇，也在徛的喺日本時代之前，古代茶東島，幾名學生的來來去去交通唔利便又危險。下後將做個無按期嘅團呢，也係有一團古嘅哦。這家好先行哦，好先。用啊，那家很有用。好，乃木街，真奇啦！哎呦，按有名嘅家。我的家呀。哦，跟人家請我同學，青菜灑去是吧？真奇啦！哎。黑位，來，泰哥，我來啦，來，你係同學啊？同學，哎呦，同班同學啊？必係漏洞多，最起碼這個茶濕了。泰國你要做乜嘅事啊？是在跟傳堂服務啊。哦，真奇啦！廚師啊！後為之前做過台北5星級飯店嘅西川總廚師。一下轉到家鄉發展，用中式嘅煮食方法結合西川精緻嘅擺盤，留傳統嘅客家料理發揚到韓卡有特色。湯啊，前堂講，你家東有名氣啊？係啊，家好以前日本時代嘅日本總督嚟起嘅，天一之世界大戰那個哈，日本有戰神。戰神啊，懂了嗎？就錯嘅啦。我有吃過雷神巧克力。你要裝扮是條擺空空嘅啊？哦，咁嘛？呀，褲咧，翻爆，我要雞蛋仔，唔可以用煮啊。真嘅咯，你要從對人影響政治動態，鼓手開啟了人音樂之路啊。係啊，錯嘛？今日談對啊，嚟啲聲音咯，一條都做音樂。世界大戰那個哈，日本有戰神。我有吃過雷神巧克力。戰神，佢戰神，同位大車啲可以。哦，你不明咧？你看佢開嘅辛苦，會跌倒啊。哦。技術係唔該咗嚟，講，出掉錢。哦，好善的人啊，嗬。唔過泰國，按到馬名聲嘛。我想每年嚇，潮氣嘅同好嘅物計。河南堂。河南堂，哎，你南種你地方有帶乜嘅香嘅堂堂？潮香黃嘅啦，江蝦堂、江夏堂，還有像乜？像蛇一樣，藍銀堂，很懶的人的堂。哎，咩啦？藍白藍。哦，藍靈堂，哎，你啊同好堂呢？還有乜嘅？還有像屎嘅嗬。屎那屎嘅屎哦。咩啦？那個絲巾的絲啊，絲，懂對哦。我冇看過呀，香呢。原住民的香。原住民哦。南中山區嘅原住民分水下老太雅兩處，用嘅香除咗絲，還有金、頭、鳳、蝦也都很香。地空重度，客家人老原住民就係南中出產時期重要嘅人力。原住民長時間老客家人鄉下，還單單會講客話。也兩者就係南中文化嘅特色。原住民在東都相似咧。哦，還有我的初戀女朋友，相乜嘅？相逢。等一下，各位觀眾朋友應該都有記載嗬。相稱哦。洪強講嘅初戀嘅女朋友係相中，用要多一隻相逢嘅。
相逢自是有缘嘛。风姓风啊，哎，有懂多啊，风一样的女子啊，风一般的女子。無論乜個鄉，拄到就係有緣。大家超強下，始終到雍從強太廟面前來唱歌誒。轉到了，就唱來開同學會腔樣。孔腔係音樂大師，後誒係傳統嘅總鋪師，一到山上嘅後生條，啲各項工業就以後嘅發展，為南莊山上帶來光榮。我記得我擺談的體檢傳統吼，到尾都中浪嘛。了對人來講，還是算比較淳樸的地方吼。我認為我的目標，他還是要在台北。3年以後啊，有一隻機會來台北做。嗰啲傳統樂隊就有人咧向我來做嘛嘅，頭下就跟我講，我聽講伊動會彈動聽，伊先了等於都要抽得2錢啊，得2錢。我等到技師咯，等到我喺嗰彈琴冇做就冇你做哦，真嘅好幾個月，好不容易等到他辭職，我就抽上去了，全部都是駐唱歌手。第一個方文琳，第二個江淑娜，第3個江蕙，第4個洪榮宏，第5個楊烈，第6個葉愛玲，最後主秀白冰冰。看那個時候他們在駐唱開下。我就跟他做了，所以到了現在到做到了他，所以我很了解他們的一切。我是說他們唱歌的一些方式跟方法，就因為愛我的環境哦，造就你的實力。孔腔對好做嘅事情按堅持，講會做到就會做到嘅身體，其實老家爸有動態嘅關係。順來也就空講阿爸，大半孔腔用嘅影響咯。先拜訪阿爸嘅空港朋友。先生，哦，突然來了，看阿爸爸嘅朋友，呢個好地方啊，但我介紹大家都真嘅唔抵啊。你係啊，福國嘅空港博物館。哦，來看一下，種泰國係啊。來，哦，泰國，哦，種泰國有，看到沒有？哎呦，種泰國你啊裝扮式條擺空港係啊。係。哦，看到沒？也係酷咧，也係環保，我也腐爛，我用布啊。哦喲，爛鐵咯。哎，中國，我幫你兩碼東西。兩碼氧氣筒係啊。對氧氣筒。天池麥德利啊！哦，麥德利，哦，條擺麥德利哦。哦。空港咧要有天賦嘛，一定要天賦啊！蓄電出到都掠唔來，就不會來。湯孔腔經常講，你雙波要動到空港嘅東西。有聽到。做得突然就會看到。來，博物館來講一下。一隻阿福哥係因為看嚟富蘭克林村受到感動，沒想愛為後台留到有價值嘅東西。故所用假嘅紫色老鼠蟲打造為一間工業博物館。哇！嗌啲攤咧，武劍啊，武劍啊，不過台灣嘅建設全部靠咧啲武劍嘅啊。阿福哥，你喺做乜嘅？打攤嘅人啊，都體量大，開到攤咧就撥到了地塊咯，撥到了地塊就做成廟樣嘅，按用爬落咧這樣。來試看看。就有一團茶呀，你做得冇？做得啦。做得。你做雙語還有發圖？挨攤咧，你嘅攤咧。來呀，行啊！醜喎。落啦！出啲啦！哦，神奇哦！要真人聽呢。探空辛苦哦。來到一間博物館，想起吳建商業嘅歷史，本孔腔嘅情感度有濃度嘅感受。想講係由補養繁羅老公，啲按摩摩嘅探空地度做勢，為有意義探空奧體咧，人有日無出沒。也係啲配咧象徵來做條路嘅單身歌，13年來到也安用嘅歌聲翻咯。15百係嘛？拜託你阿朝阿福講好嘛？要個第8入用，係啊。哦，一懂。阿福講了解很多嘅。一位收藏嘅安度嘅寶片，其中有一項東西係影響孔腔一生人打好音樂基礎嘅關鍵。
咁我我留上機咩？你要有音響冇？廖總師。有。嘿，來因為喇叭嗬，開個買台。嘿，係啊，佢唔係我留上機嘅，佢叫做充盤嘅。哦，唔是用搞嘅，係啊，係要插天嘅哦。我們家最早嘅黑膠唱片，我當做就有，佢下很流行，黃梅調家下。我嗰位老師我媽嚟講，伊當伊彈呢個東西，彈下做乜嘅？乜嘅個乜嘅個乜嘅頭都會唱，後尾啊，牛蒡出將啦，那個裝到前來啦。我彈歌唔係講彈下狗屎樣嘅啦，同住我嘅第一小節到最後的一小節啊，全部彈下啦，我都來記下。我哋寧波小姐喊都在做那啲東西哦，所以講啊，我大概記得上節目來做那啲歌嘅，其實搞個動翻譯很正確。古時候真見到廖充盤對人影響真係動態，真係動態。古時候開啟了人音樂之路啊。係啊，所以講今日彈個唱片，我就說啊。我呢成年咯，一天都做音樂，做音樂是好快樂的事情啦。不錯啦，真嘅哦，哎，鼓動啊吼，還有真開發了孔鏘老師的音樂之路。真嘅啦。係啦，跟你條空講嘅什麼嘅東西？空管啊，係啊，偏動係啊，偏動。突然一聲嘛，又聊了，是偏動。是偏動咯。人講空講嘅變動哦，山東有賣，大家知唔知？係空講什麼嘅東西？你都唔知。看一下。空講嘅偏動真簡單，蘿蔔乾、泡菜就係主要嘅菜色。當然，空講老飯豆嘅帶你去空肚，熱坤也係肚臍嘅，隨時自家啲空肚就食起來嘅。有嘅鹹嘅鹹淡之外，竟然還度假嘅。哦，放工嘅滋味。鹹啊，點解鹹？哦，做乜鹹啊？鹽魚灘講嘅人啊，出檔到汗，一個冇一個鹽分就補充一個水分啦，已經都做唔得。嗰頭擺一個礦工也好，鄉下人也好，你開東西開唔起嘅時間啦，老人家就會講，你個都冇水鹽嘅腳屎。哦，估咗啦，東西哦，全部鹹，要鹹菜乾，要鹹菜，都要呢，都要呢，哦。適合將有力頭做勢，夾把後生嘅時節打探空學太勢，寫詩太嘢，還係慣留啲難種，無聽空腔都台北生發。有一個為其主權照顧阿爸，還是救過阿爸一命嘅恩人，空腔都記得佢。那兩年吼，擘開都唔好，但是我記性當好。我細細個馬上馬講人未當啲啊，我記元素我記當啲啊，但是馬上對我好，對我有愛，我未對佢當清楚。哎，太哥，用，哎呦，你好，看到沒看可以哦，哇，走，哎呦，來談那個孔鏘先生，共你啊吼的醫術很高明，哎，你去夾爸爸救命恩人，真嘅啦，絕對不為過。排泄。太哥，你喺乜嘅堂呢？我喺豫章堂。豫章堂嘅香乜嘅？香螺，四維螺。咁你老夾爸爸看片有輸錢嗎？冇。哈？有按用啊？冇啦。要做得按用，同學嗎？做唔按用？我唔係啊。做就拜酸啦。對啊！哎，做唔得，哎，看下，馬手行太企我唔講呀。小哥費先，我老愛買奶布，你睇下一瓶我買多少錢？你要上去買？係講那買哦，是9萬啦，價錢買不是很值錢啦。啊，不9萬我下去用提款卡就做的，刷卡就做的嘛。啊，但是人家買的咯，而且中國的天水堂的金我綁槍槍的。爸爸看片有輸錢嗎？冇。哈？有按用啊？冇啦。要做得按用，同學嗎？做唔按用？我唔係啊。做就拜酸啦。唔過聽人講，有一擺東涌路喺，你爸爸查貨出查貨啊。第一時間，我同學都趕到現場。有動員人衝嗎？已經就是在整個的外傷的一個處理緊急的措施，我們就先拿去撞，撞好了後呢，然後帶到去。繼續，一直就冇響啊。佢這個航空五方片哦，一
这个孩子很努力的多跟上去，然后爸爸带到镇上去看。唔惊行通嘅毛利片，做善事无数本人，正经做得讲系神宗嘅诺比仪。应该是某了楼梯上那帮楼梯哦，你看爸爸可能是懂危险哦。所以啊，个你看路线上啊，去有乜嘅义诊啊、义行吼，俺就话咧，俺为义不容辞，俺有时间一天都唔来睇。天数。是爱同好约记，空腔天窗过嚟天数，系感谢卢先生长时间对阿爸嘅照顾之外，其实还有卢先生书风又睇到空腔嘅快大做诶，爱给天数安康。叫乜嘅神奇好教嘅事情？冇，俺冇哈，俺當乖啊。同學吼，差啲咧本咧告狀啊，退學，又嘛做了乜嘅事情？告公務咩？告公務，破壞公務哦！俺補條三講冇辦呀，叮當當唔知把乜嘅望住你個彈琴哦，人家包都鬧鬼啊！下課吼，就咧話佢按不條，佢重文嘅鎖呢吼打開啦。我話放學以後，我就跳入去，去睇佢咧。是韓國熟手，像講下擺呢有一台唔知有一號，上，一起數啊打過來，哎呦，高中，係，好好努力學習，彈琴是可以，但是努力學習，我的懂感通你啊，哎呀，高中就學習好會啊，第二天來學校就一隻太高呢。你個太高，高中要做得很用咯。空腔頭擺出庭本高中記太高，馬有先生打落佢講，教贏我唔會出頭天。唔過佢冇因為騙人看水記就變鐵，還係堅持自家親好嘅音樂路行下去。其實，唐你講，學音樂的小孩不會變壞，真的。要是他沒有學音樂的話，現在可能背着3條人命。學音樂的孩子唔會變壞，只會變乜樣你啊？麻木黑瘦的。對啊，還有個物以類聚嘛，佢叫暗有慈悲心呢。你說呢？客家子講，客家史懷哲，史懷哲，就搞到暗後嘅朋友。來到南莊，出題愛看老朋友，天初愛轉老婆看一下。亞時節，佢也到地步嘅高頭房，但係空腔悠雅咩水人嘅叔伯阿哥出現呢？喺呢一路啊，佢最神奇嘅，每禮拜啊，做風柴，一路再跑嚟呢，經過呢係唯一通道咩？還有他人啊，是做變道啊，就改變很高。該叫做做變道要出錢嘛，所以差要經過呢，是當佢收錢。還佢收錢收到差唔多4-5點嘛，叫做下班嘞。問你的用啥？個安不行啊，收掉了。有數無？你來數錢？我管理交通。管理交通。哦，辛苦哦，志工哦，做志工哦。佢有個柵欄哦，天馬打過來，佢就收錢。安不收啊？幾多錢？2毛、3毛、2毛，17塊半。17條哦，30年前，17條東東咧，當貨市，30年17條做得買屋嘅咧，買屋不止30年啦，哦，有40年咧，40年。好來，你好，太子。你看客家天子台啦，客家人有名堂啦，吼！嗱，今尾老空腔神堂就了位啦，空腔神堂講了，你過路去開啦，過路該收過路費啦，我40條啊，再做得過去啦，做得冇？做得40條。好啦，師傅有太子，公車啦，公車。一下路比法咧，神龍也較雜嘅。有兩隻高帽子、毛髮兔、個咩鬼咩怪來趁人用錢呢？接下來，空腔愛帶人轉去看佢感情淺深、情難忘嘅老婆。我唔覺到咧，可以來動心嘅嗬，係啊，唔係詐騙，啲詐騙哦，那可以，哦，咁樣係啊，那叔伯講起好卡都，一看起來有路哦，喺博出嚟我爸嗬，唔係係貴重啊，你哦，真嘅啊，我起下講條嘢，不准動，真嘅唔會通，你有懂得那個回憶，我最大嘅回憶哦，即係話
这个舞台啊，铁摆，你啊成员铁摆铁10度泡面。哦，拄了10度，10度，还记得是泡面。哦，还要摆头片。买包本身，冇，本身係本身係就好。叫本身冇。安娘冇，安娘咯。有個人本事拿出來，不如佢唱歌去幾本出嚟，冇料本嘢。冇啦，哎呦，半天啦，翻半了，哎呦，還唱你識啦，唔知道那個是有這輩子留學最好的回憶啊。從細喺到兩甲別嘅叔伯兄弟，鄉下乜鬼乜怪，空腔就係因為細嘅時節好空鏘鏘。空腔一隻名號，清早就係夾叔伯阿哥嘅阿爸獻嘅，後來係仲非太哥發揚嘅。哦，哎呦，肉頭擺嘅米頭是按用啦，應該很多回憶都了會哦。叫做研製研米啊，那都細都太，就係這個太。幾多？帶到幾多歲？那帶到高中畢業才出去啊。按舊哦，按舊嘅事情都帶了。除咗風雨啦，吼。壁牆壁啦都冇改變過，佢嘅裝潢咩冇改變過，全部小哥飛機，我老係買拿來搏嘅，因為佢哋一瓶賣多錢？你上去買？講你買哦，所以9萬啦，一瓶9萬，太便宜啊！我嚟講9萬，佢講啊9萬哦，阿娘從一多平啊，雙雙啊，唔咩？我嚟講貴件9萬。我講聲，唔過你真有要保留的東西，哎，做唔得，不要改建，真的嗎？係啊，因為肉還有肉的米頭，係啦，才有很多回憶。看到堂下一張張空腔夾把未記保存嘅相片，注定佢應該對日嘅來嘅老家嘅成就感到動驕傲。相片記錄日嘅功用，唔過沒有。哎，哦，等下，哎，真的，哎，看一下，看一下，哦，兩把手喊太企喎，唔該一下。哦，是挺好嘞。哦，是挺好嘅，馬上嚟變出來啊！難看啲照片，拿出來看。哦，動太企喎，係啊。什麼皮呢？這種很有代表性哦。蝙蝠卡哈。我哋爸爸老媽媽。天師，你的總家天師。我都拜。哎，踢腿我都拜。其實。哎呀，爸爸做乜按油錢啊？礦工啊，礦工啦，太先進了。礦工，你按油錢嘅礦工哦。我從不交來啊。阿爸你升官了就誰向書？哦，阿爸要付款，阿爸動錢嘅嗬。哦，哎，我都要成買，唱片咩要成買。夾把後生到老，神化啲一件屋度。頭白嘅書房變做租下，偏數頭前還看得到夾把留下來嘅細書件神作態勢，一件老屋嘅收藏幾兩字也珍貴嘅回憶。哎呀，高薪哦，動我講咧，冇買到好嘅脾氣唔好你嘛，會結束啊，後來反正唔是那位唔去啊，我第一把吉他300元去人係借。去隔壁鄰家人去食，因為可能隔壁叔伯阿哥有一件係咪要上去買咩？哦，啲人高薪都唔會計，到了都唔會計。計條款係做唔得做了幾年？你阿爸爸做嘅，爸爸做，哎，雙嘛，我不卡買啊喲，爸爸媽做了幾？佢做嘅，我做了幾啊？阿爸腳就，是地下醫嘅，即地下醫嘅。係啊，哦，太，所以講你講，太人風氣，生人立意。嗯。哦，安尼是做唔得。哦，太人風氣的，生人唔得，做唔得，誒，做唔得坐下醫。食飯咩？食飯。食啦，先食。做太人嘛，太人菜，生人做唔得夾。誒，一天呢吼，哪不卡嘛還有？跟大塊吼，南漳吼，大樹就過來。嗯。所以阿爸算仁慈啦，真勁啦，佢冇拿飯刀會出來吹哦。我已送你5公雞，5公雞，咁啲嘅，點解㗎？5公雞，所以啊，所以寫啊，就本人大多哦，將鬼條拿將釋迦牟尼啊，條拿無呢類咧，實際上打出來，唔過見會坐到入爸爸平常時坐嘅位啊，間主動衝嗬，佢要接受啊，佢要接受啦。所以講你喺度老卜嘅，到了要無賣嗬，其實上啊有限做嚟講嗬，一坐咧呀，上阿爸上阿母卡一些，這個沒懂好嘅一切回味嗬。那真勁嗬，因為回味非常重要啦，因為嗬，喺你來台灣嘅時間嗬。
你按豆腐全部係安尼總合，安尼清切的。啊，一副賣出去，俺夾表沒買起來，沒這個台北。你還是純料味的，所以你要跟同樣這個安尼要了流血。一定要流血落去啦，冇買是買9萬天啊，買，流呢，哦，我希望大家給了，大家給人買。不是很值錢啦。啊，冇9萬我下去用提款卡就做的，刷卡就做的嘛。但是你要買得了，你中國的天水堂的金我棒槍槍的。哦，真嘅。家爸堅持老屋做唔得買得，也做了各鄉嘅人有同好。中屋有宗祠係共用嘅土地，愛子孫做唔得忘本，因為金做頭嘅嘢。哦，了了，生擂茶喽！哦哟，客家嘅擂茶最有名、最好食咯。還有看到咧擂茶哦，然後偏偏無馬恐龍誒，係中國嘅擂茶，係鹹嘅，係鹹嘅，啊你講講，水素甜嘅擂飯，係鹹嘅，啊生無馬關嘅講食材，係加了係啊，係米腸，你係甜嘅係鹹嘅？甜嘅，哦，古早咧鹹加甜，按用食嘅啊，真有味道哦。然你太六，後來太六嘅時間，芒果嘅時間食擂茶即係放起來，他們放起來。哦，係按用肉食咧，對，冇按用我食唔慣。來，哦，給我的同學他吃看。懂。啊，你哦，30扮演30群人，也都全部你留空間嘅把工作時間來台灣。高落台灣。來台灣喺忙來之前啊，都太六啦，假。你要做銀行去搞不卡？一定要吃擂茶。那都冇人其實擂茶出來，客家也是一定要有擂茶，最誠意的招待。可能老屋原來是茶大在骨，一下來每下也到中部嘅老宅，空腔落家巴，也兩隻也有馬個上衝嘅地方。啊，家一定有卡風啦，有歐多拜啦，有天師啦，好，你會按做是有啲東西啊。你看爸爸呢買嘅東西哦，比你親戚啊，全部客家，我都不要先買，天師要先買。你買哦？也潮流像爸爸，他先進，啊，比較先進也有引導作用，哦，因為引導作用當然也會遺傳到馬丁，所以他的思想。老家爸董橋，古宋佢對銀行嘅堅持啊，佢條牌是好高，嘿，媽沒有去找老師學習，空一家，嘿，給老闆講啊，給他銀行是繞了一大圈才走到正途。哎呀，真給！哎，偏你是按用，你是堅持對銀行嘅個興趣啊。才有發到變到根本嘅窮鄉情長。用我個天才，窮鄉情長，幫你 play 一下，大家來談一下，人家技術都在位，好冇？啊，大家唔會談到懂甜嘅啊？唔會，把你最厲害的，問大家談一下。他現在談到懂厲害啊！好，來談看看，大家來談看看哈。哦，田定歲月嘅轉變，南莊頭擺由空港用血汗來開發，高由空港嘅生意呢來創造公用，空腔對銀樂嘅熱情來堅持，為中部嘅肢體研造出一條條感人嘅樂章，馬本天水家鄉，行卡大，行卡響。